他讲我们今天要写报告，2个礼拜后就要交了。田哥，你来对一下目前的内容吧。3下嘛，3听到请回答。3。正在写哦。急惊风遇上慢郎中。那田哥，你9点半去接你哦，我唔记得。好。慢收的为死柴魔啊！我知道你负责吗？驾照用鸡腿换的吗？龟头不要上路啊！嗨 ，safe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，开始计费，语音信箱开始计费，语音信箱。我的还要点救救。拍谁，我睡过头了，因为啊，没时间解释了，上车。哪里记？不好意思，这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来嘞，文件不是这样归档的，要找拼音顺序。器材使用前要填申请表，你的申请表呢？啊，午休时间到了。我要这个大豆腐，我看看哦，好像还可以再点一碗拉面。口味的话就，要豚骨还是酱油啊？还是要饺子呢？我要一碗酱油拉面，不给10颗牛肉饺子。对耶，想要再加猪排跟寿司，还是拼盘？我想看那，做荷花寿司，谢谢。为什么是那么慢，还点那么多？这是哦，不错嘛！亚白居然在开会前30分钟就给我会议档案，不错。虽然在开会前30分钟给还是很过分，但是这次总算没有迟交了。身为你多年的好友，我很替你高兴哦。不黑啦，我叫上次的，上礼拜的。你说什么？好啦，别气了嘛，简报也顺利过啦，都好吧，那你就放松嘛，你活得太紧绷了啦。你呀，但是拜托下次不要再这样了。虽然我们个性差距大，但也因为如此，才能当互补的好朋友吧。在生活的摩擦中互相学习和成长，也许哈拜兄三安用听那了也不错。话说，现在是轮到谁啊？是我想想哦，好，等等，这牌，我太难了。好，出菜，北风。